过年期间，真侪民众都会买代表好结条的柑仔来送礼。新竹县新埔有一个种水果的农民，用超过4年的时间研发新的品种柑仔柳丁，甲普通时啊的柑仔比起来，外皮是加较金。有民众讲，食起来有柑仔甲柳丁的味，感觉真新鲜。来吃金柳丁。大家来试食水果，不过这水果到底是柑仔也是柳丁？看盘内底已经切好一片一片的水果。就是农民研发出新的品种柑仔柳丁，又可以食了融化甜。它有橘子的甜味，然后又很多汁，然后又不像柳丁这么的涩口，吃起来真的，我们以前没有尝试过这么好吃的味道。就是很甜啊，然后很多汁，然后有橘子的味道，很像吃起来很像美丽谷。新竹县新埔果农陈文和经过4年外研究实验，最近研发出这种外皮亲像柑仔，内底的果子肉又搁像柳丁的特有品种，食起来有柑仔的香气，搁有柳丁的甜味，农民就甲合作柑仔柳丁。我刚开始是种那个柑橘，普通柑橘，然后发觉到柑橘一直会被淘汰，我要种一些新产品，蜜柚啦、帝王柑啦、红肉柳丁啦，改良新品种就是嫁接从柚子从那个橘子嫁接那个柳丁，然后两三次嫁接变成了这个橘子柳丁。农民讲，即马是产季，来食柑仔柳丁当着时，欢迎游客趁过年来食，现场 DIY 挽柑仔柳丁，除了会当有全新无共款的体验，也当补充满满的维他命。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。